乳房 X 光檢查又叫乳房造影，英文 mammogram 係一個可以幫助女士提早發現乳癌風險嘅簡單測試。呢個測試針對乳房鈣化，英文 microcalcification。原來雌激素能夠刺激乳房嘅巨細細胞分泌 BMP2 泵 morphogenetic protein 2。BMP2 令乳房鈣化，乳房鈣化係一個風險指標，一個叫乳管原位癌，英文 ductal cancer in situ DCIS。如果能夠減少 BMP2，便可以減低 DCIS 嘅風險。呢方面嘅健康食品叫做 docosahexaenoic acid， 簡稱奧米加3脂肪酸，即係市面上嘅魚肝油。如果想預防乳癌，請少食動物雌激素，即係芥海膽、魚子、蝦子、蟹子、蟹膏、雪蝦膏、蛋黃。